呢部 iPad 中框變形，客人要求換全新原裝後蓋。第一步，拆開屏幕，斷開咪插同電池排線，拆走連接排線同咪插，跟住拆底部兩個喇叭，取出面板，再拆頂部兩個喇叭，取出主板，呢塊就係拆晒所有零件之後嘅舊蓋板，跟住將拆落嚟嘅零件逐一裝落新蓋度。仲會換上全新原裝電池，接好咪插排線，接好電池排線，清潔屏幕，打結構膠，對準櫃蓋反屏幕，抹乾淨屏幕，綁實橡筋固定屏幕，鏡頭位打膠，裝反原裝鏡頭，測試開機正常。最後抹乾淨成部機，完美。